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初4，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昨警方伫南投民间挖出这4岁一个幼囡仔的身尸，地检署嘛表示会照科学证据落去办案。嘉义科技进口中国籍翠暗男做伙交予政府配销去药房，蔡英文总统已经表示这条案办大底。因为美国股市表现歹的影响，今日台湾的股市收盘102点，收伫咧12637点。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患者，迄是去年9月就去日本做头路，40几岁的女性。目前武汉肺炎病例总人数计共是490个。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新增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案490，是我们的国人，40多岁的女性，在去年9月到日本工作，那9月1号返国，她在日本工作的期间，就是在8月25号的时候开始出现流鼻水症状，那个案在9月1号就回国，那回国的时候是没有症状，但是她主动在机场有告知就是在。过去有这个有不适的症状目前也掌握了他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1人其中包括前后2排的这个乘客有1人那另外机组员10人。赶紧过来关心，昨警方伫南投民间挖出这4岁一个姓平的幼囡仔的身尸，犯案的就是因老母的男朋友。虽然这个承认收买尸体的嫌疑犯，甲因囡仔因老母2个拢讲是婴仔家己伫浴缸内底渡水不幸。不过南投地检署这边嘛表示，嫌疑犯的口径反复无常，一定会照科学证据落去办案。检警伫南投民间大庄的偏僻所在，发现4岁病逝女童大体已经烂矣，因为女童82年厝生病的妈妈，还有41年厝姓陈的男性朋友社有重嫌，检方申请羁押禁见，但是姓陈的嫌犯拒绝夜间来侦讯。4号上午，南投地方法院才进行审查庭，检方指出，陈姓嫌犯态度非常无配合，供词嘛拢无讲到重点。2名嫌犯涉案程度甲犯意，由科学证据来讲话。陈显涉犯刑法第277条第1项、第2项伤害以及伤害致死罪，以及247条第1项遗弃尸体罪。那彭显涉犯刑法第247条第1项遗弃尸体罪，采样检体送验，那必须要等待送验的结果，才能来做后续的那个调查。女童的外妈怀疑，生病女童6月间去互妈妈带走了后，就拢找无人，可能迄个时阵伫台中市大理区大个所在就已经死亡。台中市社会局指出，女童的家庭是脆弱家庭，社工过落去看过，但是外妈照顾的状况袂歹，要强制来介入。在不到2个月的期间之内，我们提供了将近5次的电访，去追踪孩子是否已经回家了。那另外也到家里去进行那个访视的部分，评估跟祖母评估孩子的受照顾情形。因为细陈嫌犯供称，发现尸体时阵已经死亡伫浴缸内底，后日女童的妈妈有参与着遗弃尸体。南投检警调查，失病女子定定伫网咖，甲有烟毒前科的细陈嫌犯虽已经分手，但是定定还佫有往来。相关的涉案情节，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来透露。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说，伫咧新北市八里遮一间互国家定收有着的翠暗工厂嘉利科技，竟然进口中国制造的翠暗蓝做伙交回互政府配销去药房。昨主管机关查到337万地，下令嘉利即时就要停止生产甲出货。蔡英文总统已经表示，这条案会查办大底。嘉利的负责人也有出面解说伊的因由。我刚开始加入国家队的时候，我以国家队为荣，但是我做到后面，我以国家队为耻。因为我到最后面，我除了可以给我员工钱以外，我会要他们的命，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员工休息。我只希望政府把我踢出国家队。明明前讲家己唔是恶心的生理人，会安尼先做，是因为有2间大型的国家队无按时交货，结果最近厂在负担国家队的产能，伊员工实在强要挡袂落去，产能无法度负担，才自中国进口翠暗。也讲，也有其他业者也安尼先做。你之外有其他业者类似这样做？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有这样子。是有其他业者这样做？是。目前家己的八里厂已经被勒令停工，早期也是有负责修理机器的员工到公司，也替头家讲话，讲这阵啊，伊是添加33公斤。怎
真人类，真人类，我瘦13公斤哎。今年3家家己公司也互人查到进口的喙安因 MIT， 迄当阵除了罚款，有问题的喙安也全部拢销毁。中国制造的喙安冒充 MIT， 总统蔡英文伫 FB 讲，政府绝对会查办到底，确保防疫无人碰。其实，树林地检署早就成立专案小组伫咧调查，这嘛是扩大到各县市伫咧侦办。我也要求高检署啊，他们立即来下令给各地的地检署跟当地的卫生机关充分的合作了解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形对人民政主张以违反又司法，深受涉及诈领国家的补助。蔡清祥讲，会由承办的检察官依照证据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宣布讲，即时开始，药房都要接纳去领到有当家己公司用医票的喙炎遐的民众来退费换费。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嘛表示讲，民众唔免一定要倒转去资本徛名买喙炎的所在投换，便若有咧配合政府收健保卡卖一地5块的喙炎遐的药房，拢总会当受理。反正我现在只要有这个 Carry Mask 这个的话，我们就一律会收下来。对，那因为现在新的口罩还没有送到了，所以我们会先请你留一下资料。领到家己喙炎的民众，即早起去药房摕。新北市是家己喙炎配送主要地区，有民众前几天拄领到一个血压6个的配送量，有一半就是家己的。2个礼拜领一次，那领6个人份，那我大概就是有3个人领到这样子。人家来给我，我才知道。带了没？啊？有带过了没？有带1个。消保官甲卫生单位早起开始稽查下区药房是命侪虽然库存情形。伫新庄第一间稽查时阵，药师讲，这礼拜收到的是命侪虽然拢是家己公司的，摆时看到新闻就拢全部封起来，等卫生机关甲消保官处理。第一线就是先不要发，只是可能要等邮差退换货这样子。当然，佳丽的口罩也不见得100%都是大陆制，但是现在民众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也在跟佳丽公司的负责人联络，看有没有办法提供民众更方便的退钱的方式。新北市即马有1000多间药房配合政府赔性命侪虽然药师工会全联会发公告，正配合性命侪药房无分区拢会当摕。没有限定是你该家药局实名制口罩发出的，只要接任何一个，他都可以拿到某一家去收。所以像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在我们这家药局领的，我们只要是属于这家公司的就帮他收。药师工会讲，虽然家己厂商讲利较大的是台湾制造，较小则是中国制造，不过敢真正呢是一个等待检调甲卫生机关公布。即马只要是因 carry mask 以内喙炎拢会当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仲主委表明讲，咱所会当用稳美国猪肉内底验出 Ractopamine 这款正肉精的成分侪少，会先去参考国际的标准再来规定。本地农委会就是要和卫生福利部同齐公告这项标准要求的数字。不过，陈市长部长这边嘛讲，等到加了解我民众的看法，再过来决定。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从明年1月7日开始，会当合法进口来台湾，引起外界烦恼是安的疑虑。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测试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台湾会参考国际标准甲其他国家规定，伫咧确保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订定莱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许量。参考国际标准，也就是 Codex 在2012年7月订定的，它有相关的猪的肉、猪的肝、猪的肾。还有猪的脂肪等这一些来订定相关的莱克多巴胺安全容许量。因为国际针对莱克多巴胺的残留标准，敢若订定金肉、肝脏、油脂，还有脂肪等等4个部位。若是敢要另外制定比例其他部位的标准，但吉中公该甲卫福部讨论。不过预定测试农委会甲卫福部是药师要做伙公布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容许量，说临时活动。各种的民意的表达，各方面专家的这意见，哈。那我们一定会尽快跟大家来报告。但是，中强调讲，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容许量，佫需要用一寡时间来收集民意，经过专家讨论了后，才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早起是去视察肉品加工厂，伊也表示，毋但加工厂猪肉原料的来路爱管理，散卖遐个肉丸烟肠种种，政府则是搁较着爱斟酌。台南市的黄伟特市长是讲，民众若惊喺美国猪肉的北内也会残留正肉精，咱着减买，这也是一款用喙投票，表明意向。挂出暗甲预防卫生的布仔，新北市长侯友宜初时早起前往肉品加工厂访视，对来源制作过程一直到消费端，严格检视品管流程，提早进入备战状态。就是因为顶日啦有来客多巴胺检疫的米滴特别进口来台湾，侯友宜表示，针对大型肉品加工厂的肉品来源管控有信心，毋过针对分装的猪肉加工品是提出伊的操还。我们非常的担心，在很多的夜市。传统市场，甚至包括很多小吃摊，他们的肉丸、香肠、肉松，很多的肉品加工资料列着，因为是散装，并没有办法标示来源，也没有办法去做溯源。侯友宜讲到传统市场夜市啊等等的搭使用分装的加工肉制品，产地来源无法度分辨，嘛无法度追溯，所以政府必须要严防甲检验，嘛是未来上大的挑战。台南市长吴伟特嘛去大卖场来视察肉品，针对米滴北内产肉精的疑虑，强调讲民众若是买进口商特别来进货。消费者已经用嘴投票，已经拒绝了这个进口的猪内脏了啊，不管含不含，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消费者。帮忙做了这个市场分流。吴伟特表示，中央已经宣示用更加严格标准来定定米滴北内来客多巴胺容器量，而且台湾人针对国外进口的猪北内嘛接袂关系，所以就连即马这个阶段，台湾嘛较少有厂商愿意进口，强调台湾的消费者已经用喙伫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切共和国的访问团今日上尾工，切首都普拉哈的市长接受媒体访问，因为前几日因参议院议长才讲出一句“我是台湾人”，表示和民主自由徛做伙。今日换市长嘛讲，去年来访问的时，台北市府就烧送伊英语市民的证书，伊也要来讲出一句“我是台北市民”。这个访问团伫台湾行程最后一天，随时早起由布拉格市长贺吉布开媒体见面会。但这几天的访台行程，伊讲也对台北市的动物园未送予布拉格动物园的哪里印象真深。I'm really glad that Taipei City is keeping its promises in this matter, and I think it will be something out of our cooperation that the people could directly see. 贺吉布也宣布。在这双方马年有2项重要的文化交流，包括伫台湾要办捷克知名艺术家穆夏的特展，也有布拉格交响乐团来台湾演出。因为伊亲台形象真明显，贺吉布问到一中原则时阵，伊讲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完全袂当接受。也若维德市参议长进前讲我是台湾人，引起热烈的回响。贺吉布也致敬表示讲，家己去年访问台湾时阵，迄办台北市英语市民证，所以是正确的台北市民。Certificate is hanging in my office, so if I would say I'm a Taipei citizen, it would be not a political support message. It would be rather a description of the reality. 贺吉布也甲姊妹市台北市的市长郭文铁见面。贺吉布讲，因为布拉格确诊数一直增加。将想要向台北市学防疫的经验。我们台北市会捐赠100800片的医疗口罩给布拉格的市政府。贺吉布讲，已经甲华航讨论台北到布拉格直航的班机，增加双方友好的关系，也邀请郭文铁伫咧疫情过了后访问布拉格。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嘉利科技进口中国製喙炎，南落去交回予政府運用這條帶。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言辭大硬，批評講嘉利公司分明是害群之馬，以假亂真，佫出喙佇咧指責人。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也講，業者家己違法在先，所以佫講一寡543，安尼甘調。一個老鼠屎破壞這麼多國家隊的榮譽。經濟部長王美花致辭的時陣無照稿演出，講喙炎國家隊內底有鳥鼠仔屎，對疫情爆發到呾，所有的拍拼攏去互嘉利科技毀掉去，嚴重譴責嘉利是害群之馬。魚目混珠哦，把這樣的一個進口的口罩當作是我們在國內生產的口罩，他做錯了，還要
指责别人，还要怪东怪西，少数的害群之马，却去害到我们国家队，这样的长期的荣誉感，非常不可取。因为前一天家里负责人指出，有2间甲中央关系较好的大厂，拒绝纳负责定用的量，和其他厂商就爱打落来，甚至认为讲参加国家队是体育，希望互踢出去，因为员工已经特别挡袂牢啊。但是王美花是批评讲，这完全就是一面之词，强调讲工作量若是大家无法度负担，是会当反映的，交付量会当调整，但是家里毋但无反映，佮生产盒装的喙罨伫市面上卖，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那从6月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反映说我做不动。如果你做不动，你可以跟卫福部反映，我们就可以少增盒装在市场贩卖。那表示它是可以，除了缴交之外，它可以在有多的额度，它可以在市场贩卖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破坏了我们对口罩国家队的一个信心，那对于人民的基本的一个防疫上面的一个心理上面造成一个恐慌。你安尼出来犯法在先，讲一寡这5做4、3，真会对啦，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对6月初9宣布停用的喙罨片数降低做800万片，就是计算过每一间厂商的产能，让所有厂商的供货量会当符合工厂的负担。嘉里科技这款的行为已经破坏国人对喙罨国家队的信心。另外，王美花嘛强调讲，为了公平，只要厂商有药证，喙罨就爱去互停用；若是药证去互注销掉，就毋是国家队啊，后果厂商爱家己负责。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表示讲，嘉里公司讲要配合国家的生产困难重重，实在也拢无反应。代志一个出破，才来怨济怨黑，这毋若讲是诈欺，也是违反药事法。总是国民党这边也批评讲，政府连国家征收的厂商都管袂好，要哪有才调管理美国猪肉进口的食品安全呢？虽然国家队成员嘉里科技，互人表讲因生命在喙罨内面有含中国制造的喙罨，网友也讲。台湾 can help 变做 China can help，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正生气，批评嘉里明明有家己生产水罨伫咧市面上贵也伫咧卖，可见伊也有生产的能力，所讲做袂来，这毋是事实，也是诈欺。如果有任何状况，你应该提出来讲，什么都没有，现在被查到了才哀哀叫。根据相关的法律。这不但是诈欺，而且也是违反了药事法。苏贞昌强调，绝对无用准中国喙罨难做伙，台湾喙罨的品质一定守会调。虽然对的言语也大家拢会遵守，只是嘉里伫咧3家就互人积极有问题，验过迄当阵并无解发，所以来深受防备机制。我们因为日产2000万片，足可以安全供给国人，所以我们。早已经放宽，就是任何人已经可以出口口罩，可见什么做不来，负担很重，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口罩可以自由进出口，那应该明白标示是法律的规定，更不能鱼目混珠。国民党是这个政府，连喙罨国家队拢管袂好，未来美国猪肉、三肉精监管会好，也会发动食安公投。苏贞昌回应讲。政府一直拢是食安第一，一定会清楚标示严查严管，守护食品的安全，也照顾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伫网络顶头专门追踪军方飞机动向的口罩飞机守望，公布一只中国解放军的侦察机有飞入来到台湾海峡的中间线。另外嘛有其他的网友去记录到，这只飞行机有探过界，飞过来到咱禁止飞行的区域。总是军方议员强调讲，台湾海峡四边的变化，咱拢有密切掌握着咧。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推。中共的军机动作真多，飞机守望 Twitter 发布，伫初3早起有一台身份不明的强军侦察机，沿着台湾海峡的中线来回，向南向北飞过规个台湾海峡了，结果飞转去福建的福州。由军事媒记录到，强军敢若是超工偏离航线，越过中线，进入咱 RCR11禁航区。不过咱也无甲伊赶，伊就离开，表示中国动作真多。国军强调拢有严密的监控。另外，伫战略方面，
美国国防部伫8月中公布新一轮的军售合约，咱政府甲洛克希德马丁正式签署军购协议，会有66台 F-16战机，正对咱防空嘅生力军。包括攻击岛台啊，或者是它这一些军事演习，我想它针对不只是台湾，也是针对这个美国，那就是军事较量。因那伫台湾的航太公司汉翔，伫台中总部成立 F-16战机维修中心，准备要甲民间的航太产业链共同做航太国家队，拍算自国机国造进化到国机国修，拓展未来航太产业链的机会。用这个有一个磁吸效应，能把这个附近的很多我们的协力厂商都能够聚集在这个大家所谓的聚落吧。我们这些民间的产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协助军方获得一些比较关键的零件或者是关键的发动机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是产能全开的来协助军方。也过有英国的分析讲，台湾虽然有摕到66台上新的 F-16战机。不过，台湾的空军伫咧过去9年只敢若增加21位 F-16飞行员。那按照新增加战机的比例，飞行员恐惊怪107位，这点恐惊是台湾空军战力上大隐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的消息，先来讲8月底，美国的威斯康辛州又发生一个黑人的男性去互白人的警察连扣7枪的案件。当现任的川普总统9月初才来这搭访问，过2日尔，伊的对手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唔若对咧行骹到，佮含这个黑人受害者的亲人会面，这也引起社会各界大大关心佮注目。一到威斯康辛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互记者一直问。2天的访问，外界较关心的是第一站，拜登甲布莱克家属见面。8月23，非洲的男子布莱克被警方逮捕的过程，和白人警察向伊脚趾边开7枪，造成半身不遂，代志佫引发新一波的平权抗议。最三，拜登甲看守吉尔甲布莱克家属伫咧密尔瓦基市私底下见面，伫见面的时阵，也同时敲电话互伫咧边的布莱克。结束了，拜登去川普2天前才去过基诺沙市，甲上届联署各界领袖对话。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igure out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This is not who we are. This is not who we are. So the first point I want to make, Joel, is I am not pessimistic.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opportunity if we seize it. 基诺沙市3天有2位总统候选人来，因为这是布莱克枪击案发生的地点。自8月底了，当地就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搁入变团结闹匪事件。另外，伫纽约州又有一个非洲的查甫人被逮捕了后死亡。This incident took place on March 23rd, over 5 months ago. Why is this incident just coming to the light of day? Those in authority talk a good game about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en why was this incident covered up? 团采影片发现，3月23，纽约州警方这群时阵用防土面打落伫咧41岁、规身躯拢无清彩非洲的查甫人普鲁德的头。过程中，普鲁德正激动，警方将伊的头强压伫咧涂骹，尾普鲁德唔知影人，送病急救1礼拜了不幸死亡。家属伫找你开记者会，代志才爆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德国发生一桩人伦的悲剧，一个年纪轻轻才27岁的妇人人，伫咧厝内杀害家己5岁囝儿，结果对火车顶跳落来要行地路，但是身受重伤，也无法度接受警方审问。眼前只有是等待检验这不幸幼囡仔身世了后，才搁进一步理清这个妇人人犯案的动机。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去索林根这栋公寓发现5个囡仔的尸体。其中3个查甫囡仔分别是1岁、2岁、甲3岁，另外2个大埔囡仔是6岁、甲8岁。Wir sind darüber informiert worden um 13:45 Uhr, dass 5 Kinder tot in der Wohnung in einem Mehrfamilienhaus sich befinden. Das hat sich leider bestätigt. Wir gehen im Moment davon aus, dass die 27-jährige Mutter dafür verantwortlich sein könnte zumindest. Die Mutter hat sich in Düsseldorf vor eine Bahn geworfen und ist dabei schwer verletzt worden. 当地媒体报道，报案的是囡仔的外妈。伊住伫咧60公里外蒙辛格拉德巴赫市，最近8个查某囝，也就是囡仔老母联络过，
警方讲，涉案的老母伫发案了，带另外一个11岁后生坐火车，家己伫咧杜塞道夫跳车，然后后生一个人坐火车继续去换马刀。目前也唔知影讲后生是毋是有看到老母跳车，这位老母伫咧跳车了被救起来送病院。 不过伤势真严重，警方即马无法度甲伊问话。Es gibt tatsächlich noch ein 6. Kind, ein Jungen, der überlebt hat, der sich jetzt zur Stunde im sicheren familiären Umfeld befindet und da gut aufgehoben ist. 当局即马想办法要联络囡仔老爸。另外也有报道讲，5个囡仔死亡原因甲药物有关系。警方讲正伫咧往这个方向调查，不过就要等待验尸的结果，才能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中东国家黎巴嫩发生港口的爆炸案，到今拄长1个月。当日啊，伫咧现场以外遐救援教煞阁表现出有探到溃尸的反应。现场开机台落去探查，卡新那像嘛，阁测到红门头角下底有心肝眉骨伫咧跳动。救援人员赶紧阁再开始搜查，望讲会当有奇迹出现，阁再救到人。 街道真点间，村机器咧大个声音，显示协平内底阁有稀足的脉搏在跳。黎巴嫩贝鲁特发生大爆炸了后，已经满1个月。当地初二暗时，伫的救援队伫爆炸现场清理的时阵，救援狗仔煞雄雄对协平出现有人阁活咧，准备要救人的反应，互救援人员马上调机器来侦测。 جبنا الاكوبمنت جبنا التيم كله سوا ال 14 شخص والكلب رجع اعطى زيت السيجنال في حدا متوفى بيقدر يعطي اذا في تنفس في نبض في ساعه في حيلا شيء تحت الارض بعده عم يتحرك عطى انه في نبض كل دقيقه 18 نفس 经过仪器显示，协平内底差不多2公尺深的所在有生命的反应，互当地民防局、消防局甲地理救援队开始合作，伫现场用空手捂的方式进行救援。险国工课到一半，协平开始刷叮当，互救援队伍烦恼协平会放落来，对救援人员甲生存的人造成危险，所以一度停止工课。 جربنا نفوت بهذا الطنل الموجود الصغير بس فيه عوائق حديديه ولهالسبب مش قادرين نفوت ما فينا نقصهم لانه هدول العوائق الحديديه هي مهديه الضغطات بدنا ننطر لبكره بس تيجي الرافعات ترفعهم ببين معنا كل شيء 因为暂时停止救援，引发现场抱着希望的民众情绪变甲真激动，各骂民防队。目前相关的机械已经送到现场，搁一摆展开救援，唔望会当真正成功救出生存的人。记者来从经理报道。 再来讲，因为武汉肺炎探无效，菲律宾的经济损害是真重。尤其首都遮一寡拢驶过去美国兵啊留落来，义务啊咧载人客运将，有的已经流落甲冤家纠kết，啊，搁有本地咧捡资源回收者的艰苦人，日子也强要难得多了。伫马尼拉的路的即寡伫咧共人本的人，半年外前亦拢是有尊严努力工作的吉普尼司机，不过即马煞变做乞食。 吉普尼是历次世界大战了美军留来吉普车所改装的交通工具，也是菲律宾第一位运输文化。不过疫情发生期间半年外来，期间实施2个半价封城隔离解封，即马疫情搁严重，搁再封锁，互因日子真歹过。 Wala magbibigay, minsan wala talagang kain. Alos lahat kami dito sir, ang dami namin mga driver. Nagsipuntahan na nga yung mga jeep nila dyan, gawa na gusto na rin humingi ng mga tutulong. 73岁邦多克开吉普尼已经45档啊，但是要去找新的头路根本无在调，所以也做伙伫咧路的甲人分。因为巴肚枵，就算有被感染或者是互车弄的危险，也拢不要紧啊。Alis kami ng bahay, makikipag-saparanan sa karsada. Para lang may pantawid sa kumakalam namin sikmura. 今年60岁艾斯图伊萨捡二纸已经捡40几档啊！伊沿路捡大家工弹出来本数，会当回收的物资，日子也袂歹过。不过即马捡回收土炭的日子也受影响，因为惊被感染，即马大家拢用迄寡用过一遍就单调的物件。伊讲即马一次性使用的废弃物就变多。Hirap na magbenta, hirap mamili. Yan, katulad nga, yung mga plastic, mura na lang yan eh. Kaya lang, yan na yung marami ngayon. Umikot ka man, sinisita ka ng mga pulis, ng mga barangay. Kaya talagang sa bahay ka lang, talagang... 不过伊也唔是唔知影讲，伫疫情期间捡本数会互伊增加感染的风险。不过也无法度，只好尽量看较开咧。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财经经济的新消息，昨美国股市4大指数表现拢总歹，尤其是科技甲半导体的股票受伤上界惨重，连带拖累台湾的股市早起捌跌到将近200点，落落去到较无12600点一坎。虽然电脑面板、太阳能甲生物科技这块股票有咧扭，尾盘也是跌102点，收跌咧12637点。电视墙规片车亮亮，投资人真仔细的伫看大盘的走势，因为这是美国股市苹果、特斯拉等等的科技股带头落，道琼工业指数落807点，4大指数嘛对咧降，连带影响台股早盘是落112.05点开出来了后，指数开低走低，落尾200点，无一线月线，搁一改超过平均上低点，目前大盘指数落的幅度是有较收，有跌有涨，这样的趋势是有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暂时的。最后也可能会拉上来，差几十点，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正常。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早盘大型宽达股是落的局势，其中苹果概念股三雄台积电落1.6%，股王大立光来到3605块，落2%，鸿海是落0.7块，拖累大盘的表现。不过嘛有类股表现袂歹，包括面板、力电、塑化、工业类股、太阳能，还有部分工业升级股是拢有起。美国股市创下历史的一个高点所以台股呢在最近的涨势相对落后于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拉回就没有像美国股市跌得那么的多。去年以来，其实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贸易战对台股，尤其是台湾产业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讲话是有限的，而且有部分的一个产业的反而受惠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所以今天整体的台股的一个走势就比这个亚洲其他股市还要来的相对抗跌。分析师认为，讲美国影响外资的操作，若是美国连续回档，外资可能会被动调节台股，转来去造成台股落的压力。所以投资人后续也是要继续观察，甲注意美国敢是有连续落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昨世界出名的网络公司 Google 嘛，证实已经伫森林县内斗落只6万平的土地，要投资200亿建设 Google 第3座的资料中心。张立先县长嘛表示，县府绝对诚意欢迎，未来会尽量配合开发计划，把行政的手续简单化，期待资料中心赶紧落成，创造地方就业的机会。Google 2013年伫中华中滨工业区设头一座资料中心了，2019年9月份，搁伫台南要设第2座资料中心。最近传出 Google 伫昆林斗南买6万平的土地，要设第3座资料中心。Google 台湾嘛出来证实。那听到一个好消息，也就是 Google 证实在云林购地，那购买了中签的土地，有20公顷6万平的土地，将斥资超过200亿来兴建第3座的资料中心。那站在云林县政府的立场，第一个我们表示欢迎，第二个未来整个的开发计划，我们一定会全力来支持跟配合。张立先表示讲，为着要发展经济，引进企业嘛是分管府施政的指标之一，会协助企业甲行政的程序简化，排除投资的障碍。针对这点，森林科技工业区的厂商协进会表示讲 ，Google 进驻森林县，唔但会当增加就业的机会，嘛会当提高整体的产业。我看好像是也有200个就业机会吧。那因为我们现在云科工大概是目前大概是12000多人的这个工业区嘛。因为它当然是做所谓的数据中心那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对台湾的产业发展当然是好的那 Google 也承诺它要这个用这个所谓的绿电嘛这个在地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也是好的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云科工厂商协进会表示讲，云科工业区是全国第5大工业区，总共有100多间公司，而且厂区内底已经无烧土炭的工厂，若是有使用下炉的工厂，敢若会当烧天然气，是环保典范的工业区，而且重视环保的科技大厂。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来讲，高雄小港的中山国中目前正伫咧建设太阳能发电的风雨球场，不过为着工程的进展，嘛甲学校内30张大樟树修剪斩头。但环保团体就质问讲，这款斩法敢无违反市府的规定？尤其太阳能板若射落去，树啊加正接无日头。众人拢望讲要推动绿色的能源真好，不过嘛着兼顾树啊的保护较有影。吊车架重重的钢条吊起来，工人正在进行太阳能光电风雨球场的整建工程。也就是学校围墙的边啊，30张20-30年的校园大树，因为管道妨碍着工程，面临树尾可能会互错掉的命运。
做到这么大还是不容易耶，而且把它砍掉，我觉得不妥。我是觉得这可能应该不要盖到这边，因为最基本不要影响到树的生长吧。盖光电风雨球场，但是却产生一个问题，毁树种电。光电业者为了它的发电面积极大化，他硬是把它吃出去，造成树木的毁坏，所以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没有办法接受。配合政府推动校园绿能。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国中起太阳能光电服务工场，但是环团质疑，甲树尾撤掉已经违反高雄市即载修剪作业规范。加上业者想要互发电的面积搁较宽，甲原本供电的范围对球场区延伸出去，甲绿地甲树仔原本生存的空间拢食掉，树仔欠光合作用搁较稀弱，未来唔来破病，搁较有可能会死去。学校后续会邀请专家学者来评估进行树木维护之生长状况及后续维护措施。面对反对的声音，校方出面回应，表示未来搁进行检讨改善。也若是目前高雄市拢总有7间学校，拢在进行光电球场的建制工程。台湾森林城市协会呼吁，高雄市政府应该赶紧成立树木保护委员会，审核校园光电对树木的冲击，而且要甲设计甲施工两个项目分开发包，避免光电业者用利益做导向，无顾校园树木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东部这边花莲县寿丰乡内一间专门咧看顾流浪狗的收容中心，近来因为火化狗啊，去互人检举有污染着空气。虽然业者是说明讲，中心内底一切设备拢总有照法律的规定行，总是县府的环保局嘛表示，随时拢会保持稽查，若验到歹味，有完是会处分。就是这座乌色的天幕火化炉，和花莲寿丰乡中孝新村的居民真不满，因为自8月开始就闻到臭味。问理中了，才知影是附近专门伫咧收容流浪狗的单位伫咧收动物的尸体。它假如要烧的话，要有一些适当的一些味道的一些处理的设备，不然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合法。它是不是有申请这个合法处理动物尸体的这些？环保局接到检举，自8月底到9月初拢有去稽查。相关设备甲作业拢有照规定，所以基本上没有民众所谓的异味这个情况。那但是我们环保局的相关稽查人员也已经要求业者一定要遵守这个相关的法规，要异味一定要控，不能让民众有影响到生活品质。业者讲，这是一寡专门伫咧救流浪动物的人，大家出钱成立的收容站，火化收淡薄清洁费，也拢用伫咧流浪动物的食物医疗救援。火化炉是二次燃烧，无烟无味无排污水。其实我们这个有经过合法申请的炉子，是基本上不会有制造排放黑烟。环保局的人来我们的这里勘察，那他是觉得说我们这里一切符合标准，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爱动物环保的一个场所。业者讲，因为唔是大家拢爱动物，下晡来增加就是惊讲有争议。民众对园区若是有疑虑，欢迎因来参观，希望会当得到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海底的环境，咱嘛着爱做伙来关心。顶日桃园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处，就招募有咧游泳畅水的民众，做伙去到观音到新厝的海草搭范围中间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畅水就去捡粪扫。这片海水阁也真多，竟然为着海洋的环境，确实是真费功夫。海底能见度无好，只敢若30公分左右。盐区为着要减少海底粪扫对海洋生态破坏，桃园市海管处伫进前招畅水队加独木舟到新湖区出海口关心鹿谷洲野生动物保护区畅水捡粪扫。塑胶垃圾是海洋生态的杀手。那这次我们选择在新屋溪的出海口潜水捡垃圾，最主要原因是新屋溪出海口刚好位于我们关心早礁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核心区，那它的生态更为重要。畅水环畅水捡粪扫边有人介护安全，一个独木舟负责载粪扫。这段行程总共称91.6公斤的粪扫，包括塑胶杆仔、鱼网、塑胶制品。中央大学教授讲，桃园的海岸是沙岸，海水较浊，那掺的水的捡粪扫困难度甲风险拢真高。浊度非常的高啦，可是这个就是沙岸一般的特性它因为浊度非常高，所以不容易去捡拾垃圾，来增加这个海底垃圾清除的一个困难度了。海关处讲，即马关心鹿谷洲有2大危险：河川的水质甲海洋粪扫污染。除了伫咧出海口设海岸水质监测站，提悬监测的及时性，
组织不法业者偷排废水，也会招志工成立海花巡河队、加海洋环保舰队，积极清除海花加海漂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法律的新消息，有人伫公司内底顶死对下死，嘛有的是咧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咧对信徒发生诱拐来抄打的案件，这拢是利用关系的性侵害。目前刑法规定，这款罪是会判刑6个月到5年中间。但就立法委员含妇女团体主张讲，这款刑度未免伤过低，正人要推动增加到10年以内有期度。2个月之前，新北市卫生局发生姓林的女员工跳楼轻生的意外。女员工用千字文指控捌去互做伙做工课当照机构负责人性侵，专案目前也在检调侦办的阶段。不过，民进党立委黄云甲立宪基金会已经伫早起举行记者会，点出目前宽赦性侵的加害人刑都是偏低。林奕涵或者是新北卫生局的这个2个疑似实践的一个这样的案例，从他们留下的这些讯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没有反抗跟没有逃，不代表他同意。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型，他要加重他的一个应该要提高他的这个刑责。亲像是利用宗教信教的名义性侵教徒，也是教师、教练对学生啊下手，各职场发生潜规则，拢是常常看到的宽赦性侵。依照刑法228条，加害人会起用判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立委是主张应该加重处分，修正做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类型的性侵害罪，目前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们是拉到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你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身份、拥有一定的资格的时候，就不应该对你处罚太重。这一点正好是我们要突破的。不过，经大法官考育署主张，有权势的加害人应该受到社会严格道德监视。若是要修法，刑度对1年起跳也阁无够，建议要重新调整修法的版本。黄云伫记者会顶悬是回应讲，会阁再参考外界提出的建议。记者从报道。讲到欺负甲糟蹋人，教育部嘛统计去年大细间学校内底同学互相欺负这款霸凌的案件，通报700几件，查明事实的是有200几10件，其中多数若毋是言语伤害，啊无就是起骹动手。啊，若经过网络欺负人的，才18件成案尔。总是教育部委员提醒讲，学校内底若发觉有这款情形，确实一定都要通报才好。较大考的查甫学生，互同学看粪扫烫拍；另外一位拄转学来的同学，一直互语言欺负。业务局朋友咱斗阵以各中做背景，演出校园霸凌的状况。高三的女同学看了后回想，原来小学时阵看到的状况，可能是霸凌。霸凌有时候可能会出自于只是同学们一群人在玩，但是不知不觉中可能就会开始针对某些人或是某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其实内心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户外和身体特征、甲性别，互人戏弄，甲别的同学来排挤其他同学，拢有可能是霸凌。另外一位高中生是讲，即马定定看到的是网络霸凌。现在有匿名这个功能，然后常常会在可能朋友的 IG 上面看到有些匿名是有些人身攻击或者是有些霸凌的现象。教育部统计208年校园霸凌通报有791件，确定有210件。语言甲身体霸凌有78甲81件上侪。虽然通报甲确定的案件数量有明显的差别，教育部委员鼓励通报，对象是老师嘛会使。因为有时候会认为说这是管教，其实那个是太过分了哈。教育部表示，校园霸凌准则修正了后，适用的范围扩大到教职员、甲校长、老师对学生嘛有可能霸凌，但是到底是管教无适当，也是霸凌？台北市教育局指出，需要调查甲厘清，会照事实来判断。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再来看中部森林轮培的东明社区，去年才争取到礁安溪主题公园落成了呢。今年佫运用轮培出产牛奶的特色，新打造出一片灵牛公园。这款用心确实是表明东明社区的创造力，甲地方正人的才情。古水灵牛也佫有大罐的牛奶，看起来整齐佫有风格公园，拢是社区职工做伙动手整理的。
做这社区吼，大家安尼团体，安尼大家在一起安尼吼，感情大家互相联络感情足好诶。所以讲吼，我感觉讲都有用，就来遮帮助工课啊。无用嘛是爱来啦，因为要做志工吼，大家拢做合作的啦。嘿啦，吼，因为这社区吼要发展，要较水，大家拢做认真诶。配合县府的社区营造政策，仑背乡东明社区伫108年就已经完成交安客家的主题公园。今年更加用仑背牛奶的特色，打造出一个灵牛主题公园。原本这是新中原的点，阮想，阮仑背有这个特色，阮就把这个园区打成这个乳牛的故乡。农村因为人口搬徙严重，真侪空地拢拍远。东明社区发展协会伫得到地主同意，利用在地特色、灵牛的元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社区公园，嘛号召乡亲做伙摒扫环境，毋但好大品质变好，厝边隔壁的感情嘛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伫咧网络顶头有一个用传统的布袋戏来演出的节目，内容是咧教人生活内底的科学知识。运用布袋戏的特色传达科学的原理，还佫有发挥台语的趣味，开始是一兼三顾。不过制作这款影片幕后的阵容，相信也是费去3倍用心啦。大家会记哦，现在咱台湾公共电视有一个台语台的部分，内容非常的精彩。伊是 smart， 台语练档无稀奇，有法度用台语讲科学，这是伊厉害的所在。今仔日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古早观念术。有一个专门讲科学的网站，用简单的方式，希望让大众了解伫生活的各种科学，尤其民间传说，有当时嘛会当用科学角度来解说。足侪人认为，迄款的题材，主题是甲科学无关哦，毋是科学是无迄个能力去解释，但是事实上，阮会使用科学去解释。用布袋戏加上科学角度来开破古早传说甲民间科技的神秘气氛，毋过含过去真无共款的剧本，敢若是布袋戏服装，就互头手真伤脑筋。所以这人伊个囡仔佫有法术，伫传统内底真罕有即款角色啦。因为即个听到要做即个科学物件，我嘛真好奇讲要安怎来做。吼，因为咱知影科学真侪物件是专有名词的部分，而且伊佫特别要求讲即个全部拢要讲台语，吼，所以这造成阮一个挑战。科学、台语、布袋戏这3种全然无同的元素合做伙，推广生活科学，其实嘛是望会当保留咱家己的传统文化。阮感觉布袋戏是阮非常介意的一款表演的方式但是即马大家对布袋戏遐气氛，所以阮希望会使结合这2款表演的形式。将本地困难复杂的科学，用简单的原理甲大家讲，嘛伫种侪无同的语言科学知识中加入台语，互语言知识拢会当多元流通。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台北报道。再来讲云门舞集，今年本地有推出行入各社区，主题或者含云门强舞的表演。结果因为传染症咧传，行程加减有受到影响。加在歇热这站期间，犹原有巡回5大城市表演过10场。今日上尾场来到台东的公东高工，用艺术直接面对学校内底的囡仔，佮有学校四边的乡亲。云门舞集的舞者，这是早起伫台东县广东高工的风舞运动场表演，连续去年拍破舞台甲观众介绍的舞，邀请学生做伙跳，由舞者带领学生对因震动身体。打开始的时阵，学生的动作拢真歹势，毋过伫舞者真有耐心的指导之下，向邀请起来跳舞的学生开始变较活泼。舞者怎么带？就很用心的这样子带啊。他们的舞
就是很优美、很柔软。对。今年云门舞集推出甲云门共舞加入来社区的户外公演，毋过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全改变行程。毋过过来疫情控制甲真稳定，伫休热时阵顺利巡回各个城市演出10场，上尾一场伫咧台东市，透过开放的舞台，个一般民众拢知影音乐，像讲向前行、甲高雄乐器等等，互民众挖进艺术。所以这是一个属于台湾人的节目，所以它引起的共鸣就是100%。李建军讲，因为台东的天气温度较悬，较无适合全户外展演，所以透过学校有后旁的风雨运动场来演出，同款会当互民众欣赏到舞蹈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嘉义县警察局的破子分局是日本时代的东照郡衙所，总是因为年久月深，运用已经有较不便。县政府也有计划要招标建设分局的新大楼，不过工程却流标误解。地方的文书团体嘛望讲，分局刷位了后，郡衙所就要搁重新过整理，显出英国的面貌甲特色。红色的砖仔壁配合日本式的建筑，伫咧1925年起的嘉义县朴子分局，以早是日本时期的郡级行政官厅。迄当阵因为有警政的功能，高达内部也搁保留迄当阵拘留的空间。外观嘛反映出迄当阵的社会气氛。中间高起来，两边出去，很像那个军人的造型。好，那以前这里是没有人敢过来，日本时代这边是没有人敢过来，因为你只要服装不整，他就可以叫进来骂一顿。例如县城古迹的朴子分局，使用这栋已经有95年历史的东照郡役所，若是拄到落雨，室内地漏水，而且嘛有使用空间无够等等的问题。虽望朴子市公所甲县政府提供土地甲预算要来协助迁建，毋过工程已经流标误解。由于目前呢这个原物料上涨以及缺工等问题那已经有5次这个招标都流标，那我们现在已经增加这个预算希望这个月能够这个来招标能够顺利的来决标。文书工作团队表示，迄当阵的东照郡役所是用上好的砖瓦来起的，高达保存甲真完整。希望分局迁建了后，会当恢复伊原本的模样。那派出所能不能留下来？好，就一部分还是公家单位执行，一部分是那个文史作用，然后就可以很清楚的交代他的前世今生。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未来迁建了后，古迹会启动修复工程，希望互这个要100年的老建筑会当活化佮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日本的武汉肺炎探无效，本地外口观光客收入嘛真稳定的地下铁，这当中嘛遭遇经营的困境。打到有牵涉关地方的铁路公司费尽心情办活动、拍电影、销产品，连已经报废的铁机都整理出来卖，真全力要拼生存渡难关。銚子電鉄の代表の竹本でございます。銚子電鉄ですね。なんといってもお金がない会社でございます。持っているものすべてが古いというよりオンボロでございます。家己考试家己的开牛，严过讲的人表情真严肃。在介绍吊子电铁公司的现况，就是铁路公司的新创意。目的何かというと、ただ一つ鉄道を存続させるためです。建业县较名的地方铁路公司吊子电铁是1923年创业，有将近100年历史的铁路公司。不过，即马人口拢集中伫咧都市，经营开始恶化。到3亿疫灾了，因为各种谣言，互人客更较少，不负债到1亿日元。为了要振兴公司，社长主本决定要互列车有交通以外新的功能。からこういろんな楽しい企画をね考えて新たな需要を喚起するんだと。各种有创意特色的列车开始出现，有会当近距离看演员演戏的舞台剧列车，爱啉酒的人因的保酒来新酒品尝列车，也有限定热天才有的鬼速列车。不过，这么个拄到新冠病毒疫情，日本今年世界进入紧急状态，为了要求生存，这边吊子电铁决定要卖相关物品。甲用袂到的铁架路，固做一片一片，当做周边商品卖。又个家己拍记录铁路公司经营困难的电影，用笑诼方式呈现，也引起民众的讨论支持。みんなほら入籍からよ。なくなる大丈夫だよ。地方铁路公司联系地方小镇，是互科学经济成长的主要工具。甲地方市镇合力合作，共力成长。
是各地方铁路公司努力伫咧拼人客、渡过疫情难关的上大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拄当休困日又搁到地，气温的变化，咱就做伙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9度到3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9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8度到36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诶，汤拖汉语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标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爪。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灭。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会叫做牛仔。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糖。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滴盈盈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复眼、触角、好神、加爪、狗遐、救糖唔通救人，好神滴盈盈壳，砍头砍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
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